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碧纯，欢迎收看1月1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流浪狗攻击事件不断的发生，议员李宗翰指出，台南市的流浪狗超过2万只，不过市立收容所却收容无到1000只，加上私人收容流浪狗也只会当到5成，所以议员李宗翰、吕维印、蔡小薇甲陈秋红联合召开记者会，要求市府提出解决的办法。针对流浪狗不时传出伤人的事件，民进党议员李宗翰、吕维印、蔡小薇甲陈秋红上午邀集市府农业局动保处，寻求解决的办法。面对动保园区无法度兴建，加上咱市的收容所却只用容纳1000只，根本就无法度完全收容。对此，议员提议，希望公司协力提升流浪动物的收容数量。这游荡犬伊结扎了后有训练过无？其实无时间通去训练。啊，毋过伊结扎了后性地会变较歹，有当时伊会变做这个状况，会凶甲人攻击。啊，这个过程内底，咱就希望讲，台南市政府应该爱提出做法。第一项，应该爱增加它的收容量。第二点就是教育训练，甲民众讲，安怎讲，咱的野生动物，咱若拄着伊的时阵。伊若开始歹的时阵，咱是爱走咧，还是留伫遐，还是要安怎叮当？其实这是咱台南市政府会让开始替咱台南市民服务的所在。对于相关流浪犬、流浪猫的政策，第一个收容量不足，第二个相对于你们要提出相关毛小孩的政策，老实说都议而不决，决而无效。好啊。像包括之前我们讨论的这个动物保护园区，好，或者说毛小孩的殡葬专区，好啊，在这个议会也好，在民间也好，好，都受到相当大的讨论，而且是负面的影响，好啊，所以这个部分哦，真的期待我们的动保处可以赶快跟紧脚步，啊，赶快来改进。除了加强公私协力。另外，议员嘛建议应该对教育来落手，教导民众安全防范。对此，动保处回应会来努力。到底如何公私协力，让私人狗园其实它未来也是一个引爆弹呐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知道，私人狗园其实很多都是比较中高年龄层的这个狗妈狗爸在照养，但是当他有一天身体不行了，或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养育的时候，其实这里面的私立的狗园，它会引爆出更多的未爆弹。所以我希望处长呢，未来我们应该朝向一个大方向，再来借着这个动物保护教育园区里面来教育我们的子女。持续的这样的辅导跟协助的做法之外，那我们会跟农委会这边来争取经费，来协助他们来改善设备，以及朝向合法化。因为现在合法化。只要它是0.5公顷以下，可以来做容许使用，这个难度就比较低了。但是要聘请专业的这一些代书，这个费用就很高了。这个有时候甚至都1件都上百万。那我们就会来跟农委会这边来做争取。配合政府 TNVR 的政策，流浪动物领捕衫是一定要行的。不过伫个结扎野放进前，动保处目前会先来评估，如果有较歹的流浪狗，目前市府有编了50万的经费。将以每只5000块补助私人的收容所来收容，避免野放以后，搁再造成伤人的事件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议员林美燕邀集民间社团，包括抗黄金慈善爱心协会、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等善心团体，共同主办寒冬送暖，协助弱势学童寒假营养午餐。今年特别准备关庙面、锅烧意面甲红包，希望予小朋友安心过好年。伫议员林美燕的牵线，由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共同主办的寒冬送暖，协助弱势学童寒暑假的营养午餐发送。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，而且送餐的服务嘛已经对南区、安平区，今年扩展到东区的大同国小。
总共16间学校，大约250位的学童受惠。在我们寒假、暑假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将小爱化为大爱，我们最基础的关心我们的下一代。那希望在他们就放假的时候，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，大概我都赶快爸爸，妈讲摇啊爸爸，因为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学校都会提供营养午餐。哦，当然我们就是如果今天换了长假，换长假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就没有办法提供营养午餐。但是针对中低儿童的这个部分，血统的部分，事实上，我们就是6年来，我们希望能够补足这方面的一些缺洞嘛，就这个缺角。所以6年来，我们就是通过康环境爱心会、有美狮子会，还有很多的善心，包括媳妇等等，这个就我们结合起来。就是让这些小朋友能够在每一天一样能够拿到热热的午餐。好，我们志工都准备好了这个4个点哈，他们都很开心为我们的学童服务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温饱。就像刚刚我们梅议员讲的，让家长不用担心哈，你拢讲重点的是这个天气，各种吃个烧烧，照顾咱的身体，因为这样子。这是孩子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嘛哈，现在都是少子化有国安问题哈，所以咱更加爱照顾咱家的弱势的学童们哈。除了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康黄金慈善爱心会协助，另外议员嘛感谢长期赞助的英美西主会、谢福爱心协会、甲中华九子慈善会等善心团体。今年阁特别准备关庙面、锅烧意面、甲做客的红包等。希望让小朋友会用安心过好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由两个损伤者所组成的协会，大多数拢因为身体状况只会当踮伫厝内，无啥出门，所以协会提供服务需要真侪经费来支持。因此，协会也推出募集旧衫义卖，来关怀会友，得到侪民众捐赠旧衫来响应。来到设伫安平的台南市联国损伤者协会，会当看见顶下卡堆满旧衫，有人知影因收集要来义卖，也专工对眼眶骑机车来；有人是开车载一箱一箱搬来，甚至要外县市的民众包甲好势好势，请宅配送过来。那本来想说就是捐旧衣回收，可是看新闻有很多并不是合法的这样，那刚好就是经由就是脸书。然后有跳出这个消息，就是可能他们的经费都是来自于我们捐赠的义务，然后他们整理过后才可以去卖。那既然要可以不孝商人，那倒不如就是捐赠给他们这样。哦，就有爱心呢，真好哦，真正袂歹哦。而且都新的哦。不错嘛，大家都很有爱心呐。根据记者观察，虽然协会以捐7-8成新的旧衫来号召，不过真侪拢是全新，连包装拢也袂拆，品质嘛拢真好，会当看见民众的爱心满满，毛协会相当感动。特别伫政府补助有限、疫情期间无景气的时阵，捐款收入减少，募集旧衫来义卖，已经成为因真大的收入来源。我们衣服回来都会整理好的。有吊牌的，还有7、8、9新的话，我们会留起来义卖。有的比较不好，就回收厂收回去，一些金钱就进协会的就经费了。对，我们协会有给会员那个急难救助跟医疗补助，跟那个往生丧葬会都可以申请，所以我们经费都是从这些衣服来的。协会除了募集旧衫，环保局嘛核准因伫全市少有200个回收箱的据点，拢欢迎民众运用，无限贵济年龄，只要厝内穿袂着的衫，拢会当捐。当然，遮尔济旧衫嘛，欢迎有志工愿意来协助整理。台南新闻顾文吉何小邦采访报道。这几波的寒流严重损害到台南的渔产品甲农作物。市长黄伟哲14号伫行政院会，就向中央争取扩大旱害补偿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采示，旱害补偿的奖款、奖减、奖数，互受旱害农渔民尽量伫个农历过年前会当领到补偿。做伙来听市长安怎讲。由于连日来的寒流造成中南部地区沿海的
农渔产业严重的冲击，那很多农民、渔民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。所以今天在行政院院会里面，我特别提议，希望政府在查估这个损失的作业能够从速、从简、从宽。那也蒙院长裁示，那农委会陈主委马上有回应，将采用最快的一个作业的方式，那也能够希望让农民能够在农历年前就能够领取到补偿金，以避免过去因为行政作业的延宕，导致农民损失不断的扩大，后来也造成这个2次灾害，甚至这个已经时隔大半年了，这个还领不到钱，这种样的2次伤害对农民来讲是坦白讲是很痛苦的，所以我们早点简化行政作业，让农民能够早点领到，这点是让农民至少虽然蒙受损失，但至少在年前也能够过一个比较相对温暖的好年。先休困一下，马上回来新闻现场。说到台南，你想到什么呢？是美食、古迹，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？请跟着我们的脚步，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，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。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。过年期间，真侪民众会家己插花来布伫厝内。现主时到一款日本风味的手工菊球，伫个搭配茶茎、插花顶设计以后，非常的特别，嘛是春节应景真好的花礼祝福。伫插花客厅当中，各式各样的花材，上显目的就是日本过年期间用来送礼祝贺的菊球。而菊球制作是对原本单纯球形的玻璃笼染上多彩多形布料，加各种丝线的装饰。你一般爱做6粒，向前66大顺。不过，干那一粒有学员都要开40分钟，相当高工。那搭配茶茎加插花，佮加上今年牛年的红仔装饰，拢是独一无二的花艺作品。过年期间相当应景。它摆设的地方必须是家里真的是有空间才能呈现它的美，不像驻联城，它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吊。对，所以它其实要送人的话，其实也要看接收的人，他的环境适不适合摆设。自己割、自己挖洞，然后自己切，然后自己剪布、自己去粘。对，然后创作起来都独一无二嘛，对，就每个人创作起来都会不太一样。也在早期哈。他会把那个他的布哈，就给它做成一团哈，然后给它固定好一个吉祥之意，就是一个团圆吉祥如意，它的这个意思，然后就给它跟花艺结合，就变成一个我们今天做的那个框哈，然后点缀在这个框的里面。当然，中国水墨画当中的水寒山药、松竹梅主题，嘛是日本传统祝贺的吉祥物，所以有学员嘛以这作为构想，设计出属于咱过年喜气的插花。因为竹本身久了，它就会比较斑驳嘛，然后我刚好用在我们布上面，布把它弄上去，就有一点喜气洋洋，对，然后刚好合乎文人松竹梅，好，松竹梅刚好。把它放在这个竹筒花器里面。不管是日本风格，还是台湾味，生活花艺本来就无分国界，家己动手来做，重点咱的生活，买当销送，成为亲朋好友的祝福。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面对全球气候变迁，可能带来资源欠缺甲环境的危机。台南社区大学特别针对创林、节水、食物保存、农地养护等等，规划一系列的学习课程。1月17号将伫文化中心举办课程成果发表会。气候变迁伫全球各地造成严重的灾害，能源、粮食以及水资源的短欠，对人类生存影响嘛愈来愈大。
对此，台南社区大学整合各学程领育老师的专长，开设包含太阳能发电、雨水回收、野外实用实务辨识、木工 DIY 等，让民众会当透过课程学习到风险社会下的生存技能。这个其实都可以自己去装设，而且它装设的方式非常简单。因为老实讲，你注意看哦，我这边只接4条线而已哈。太阳能板进来2条电线，接到电池2条电线，就这样。电池再接来，后面这一台是我们的转换器，它就可以把太阳能发的电，储在电池里面的电，把它转成我们家里用的110伏特的交流电。屋顶上都在收集雨水。如果我们说，我们是把一些留下来，屋顶本来有一点脏哈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刚下来的雨水帮忙吸我们的屋顶，然后先让它排掉。剩下的这些小尺寸的木料都还是可以再有效运用。像这个就是我在我自己的废料堆里面，捡起来的几块木片，然后把它拼接之后，它就变成是一个手机的扩音箱。骨质土摕转来，咱来做培养，一礼拜了吼，咱加一寡物件，一礼拜了会变做微生物菌水。微生物菌水伊主要用咧涂骹了，伊会互咱的迄个有机质比较会较紧。伊的迄个分解有机质，咱知影讲物件分解愈有，咱要吸收愈紧。台南社区大学17日也将伫咧文化中心举办教育学博览会。因为气候变迁，所以有很多的这种灾难，也开始我们慢慢的比较明显的去觉察到，包含可能像是风灾，然后淹水啊，或者是缺水，然后甚至是战争等等的。所以说，在这样的一个风险社会底下，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学习，然后来做以未来的一些因应。那所以这次的这个风险社会下的学习指南的这个主题呢，就是我们邀请到了很多的老师，然后带着他们班级的师生，然后来跟大家来讲说要怎么样透过学习，包含说像如果没有电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学习这个太阳能自己在家里组装，或者是说雨水回收系统在没有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挥到很大的效用。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，都在我们这次的教学博览会。时间是1月17号的下午2点到5点，地点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的价值广场。17日登场的教育学博览会，除了会提供将近40种课程的展示甲体验，另外还有动态课程的成果展演，也欢迎对着课程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台南社区大学课程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安吉艺术舞蹈团今年首度将4位到各地发展的年轻舞者组织做伙，用我们4人作为创作的主题。1月16号、17号2天，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的万盛剧场做演出，先带大家来看卖。安市艺术舞蹈团是大台南地区专业舞蹈人才养成机构，长期为南台湾艺术发展打拼。20多年来，培育出真侪舞蹈艺术优秀人才。这次演出阵容就是特别邀请过去伫安市艺术舞蹈团学习，后来前往国内外各地持续精进的优秀舞者，汪云、王文婷、叶舒涵、安子环这4位台南在地学业有成的舞者，演出我们4人这次全新的创作。这次要表演的我们4人这一个舞作，那这个舞作当中，除了4个都是这些舞者都是老师的培育出来的孩子，然后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舞蹈，一个表演、一个创作的机会给他们这样平台。我想在台南市，我们一直都知道，台南市在培育舞蹈的这一个，从20-30年前的风气都非常非常的兴盛。那其实我每次在很多地方，不只是在台南市，在外县市的时候。很多人都会跟我介绍说，这个舞者是从你们台南出来的，其实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。只是说，因为也许在南部发展机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状况之下，很多人也许会选择留在北部。不过，我觉得透过安琪老师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机会，把孩子
能够让他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故乡，然后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机会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去年也刚好在一个因缘际会之下，老师我就跟他们提了这个构想，他们就觉得可做。可是，在去年刚好又碰到疫情啊，那其中一个舞者是念北京舞蹈学院嘛，就一直要回来台湾的那种日期一直没有办法确定，对，然后就延到在今年。那也真的很谢谢教堂，也很谢谢方科长，也很谢谢文化中心。当我们年级的日期一确定之后，他马上把这个日期给我们，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，1月16号跟17号。创新舞作我们4人1月16到17两天，将伫咧文化中心完成剧场演出，但目前的门票已经卖到差不多，只剩17个场次，还有1点仔位。欢迎喜爱艺文舞蹈表演的朋友买票入场，支持台南在地青年舞蹈人才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过去中视服务业65岁林先生，大约1档前开始反应变慢，无啥爱讲话，记忆无好，搁定头痛，被诊断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，接受西医治疗1个多月，毋过病情并无明显的改善。后来由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钟义轩医师用中药甲针灸治疗，已经较袂头痛，较食会落，家厝内人嘛较会互动。记忆力减退是失智症上常见的症状之一。市立病院中医部医生钟义轩表示，以中医的理论，肾主骨，骨主髓，而且脑为髓之海，若是肾精不足，会互脑部的髓海空虚，可能会造成失智症。以林先的例，治疗的原则就要以补肾益髓优先。这位林先生当初是因为头痛，然后很频繁，然后再加上家人也有发现他的记忆力开始变得不好，反应变得有点迟钝，然后可能也有点没有食欲这样子，然后就来中医门诊求诊。那经过辩证之后，发现林先生其实是属于肾的阴还有肾精有点不足的情况，还有一点心脾也是有点不足的状况。那所以我们就使用中药来进行，就是补他的肾阴啊、肾精，还有补益他的心脾的部分。那另外我们还有加上一些头皮针的治疗，像是针刺百会啊，还有四神冲、神庭等等的穴道，那来加强他的记忆力的这个部分的问题。经过2个月中医甲针灸的治疗后，林先头痛的频率大幅降低，食食嘛有明显的改善，更感觉记忆力甲专注力有提升。钟义轩医师提醒，爱把握3动2高的原则，3动就是大脑要动、休闲活动、有氧运动，并维持高度的学习，以及加食高抗氧化的食物，同时还要远离烟酒等歹习惯，才会当预防失智症窍门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。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，温度12度到21度，袂落雨。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，上大阵风是9级。感谢你收看1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，我是陈碧纯，咱再会。